我录点视频，不行。大米是在垮，下头都在垮东西。手术缝了一道，就是2道手术。这一次垮得有点大了，刚刚打电话，网上打电话才我喊他们联系，发给你看。现在开始了，这个是3.5脚趾也在垮，脚趾内往一来的话，翘墩子可能真有点麻烦。哎。这个人脚趾不受力气。人全部都不上翘了，现在。好。我材料准备，我材料还是准备，不要上了我们的要求。快了。哦，气质哦，都是全部停了啊。不要发哈，这种对，不要发哈，这完全不要发，造成恐慌。老板他等下开会啊，就定这个事情。别生气。这个桥呀，40米嘛，但是对的桥跟气有点麻烦。我现在朝鲜还朝鲜底下。哎呦我去！这还是垮下去。这边的人在往这里走点，车子漏了，那个，再走。